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周六喺香港仔運動場上演，由冠忠南區迎戰九龍城。九龍城咧喺換教練之後咧，今場係由綽號大頭文嘅馮海文咧領軍噶。咁至於冠忠南區咧，踢咗4場啊，喺主場嘅賽事咧都係未贏波，所以咧今場兩隊咧都係要踢爭氣波噶。開波初段咧，雷仙奴咁喺左邊咧都幾活躍噶，咁但係呢個射門咧就有啲力水啦，就麻麻地啦，就考唔起咧，吳衛謙噶。轉下頭咧，去到21分鐘，冠忠南區咧就先開紀錄啦。阿哥斯達喺右邊策動攻勢，傳咗個波俾後上嘅陳潤彤傳埋中間，史提芬彭利拿咧第一時間去起腳，咁但係咧就省中咗曾錦圖，咁個波咧跌咗落去佐木洲嗰度，咁一聲唔該咧，搞掂，就係咁咧領先咗1-0啦。5、4。咁喺11分鐘之後咧，又係史提芬彭利拿，咁踢前鋒咧先係佢嘅老本行啦嚇，非常之活躍嘅。呢球波咧都唔使理係咪12碼啦，趙聰吳控到定晒，俾新一手衝上嚟咧一腳搞掂。咁呢球咧亦都係佢為咧冠忠南區咧射入嘅第2球波啊！咁見到啦，趙聰吳好冷靜，控到定晒。俾呢位咧南韓嘅外援一腳搞掂，贏到2-0啦。咁咧九龍城咧今場咧淨係靠一招嘅啫，就係雷仙奴咧喺左邊嘅發難啊。咁但係咧效果咧始終都係麻麻地。完半場前出現咗咧一幕非常之恐怖嘅鏡頭啊！巴亞比控個波控高咗，一腳咧就伸咗埋去咧。想上前解圍嘅川賴浩太塊面度，咁即場呢就血流披面噶。咁啊呢一下呢，就巴亞比呢只係攞咗面黃牌嘅啫。川賴呢都本來想繼續踢噶，咁但係呢堅持咗一陣，咁咧佢就同隊友講啦，佢睇唔到嘢啊。咁啊南區當然唔會搏啦，換走川賴浩太呢，就即刻呢就送咗去醫院噶啦。咁啊，黎格爾入替啊！咁賽後啦，會方咧都公佈翻啦，佢咧就已經冇事啦，翻屋企休息。咁希望咧快啲消腫咧，就唔好影響個視力先啊！咁佢離場嘅時候咧，主隊嘅球迷咧都為佢咧報以個掌聲嘅。下半場開翻波，九龍城咧都撳過一段嚟攻噶。咁呢下巴夏比嘅粒射咧，其實都角度都算 OK 噶啦。咁啊，Ivan 呢，依下咧就變成佢嘅表演嘅機會。咁一摁就將個波抬出底線，跟住個角球啦，九龍城呢搞完一輪之後呢，就由基斯送咗個波入網。咁但係呢，事後呢經過 VAR 翻查啦，就認為呢，就何龍浩啊喺個越位嘅位置嗰度攞咗波。咁球證呢睇完 VAR 之後呢，就判呢個波呢就入球無效，咁啊依然呢都係2-0嘅啫。咁啊食咗個炸糊之後啦，越踢越急。咁呢球波呢就曾錦圖同佐木洲呢喺個底線附近呢就鬥法啦。最後呢其實呢就應該已經吹咗呢佐木洲夾波噶啦。咁但係依下腳困腳之後，球證呢就勸兩個球員行開。咁但係呢，大家呢個鏡頭見到啦。咁啊，曾錦圖咧雙手拱咗埋去佐木洲嗰度，咁佐木洲咧就有冇放大個動作呢？球迷自己去判斷啦。咁但係呢個時候呢 VAR 房就 call 落嚟，叫球證去睇。結果呢，球證呢劉晃熙就向曾錦圖咧直接咧出示咗呢個紅牌啊！咁應該就以個粗暴行為呢就作出個判罰啦。打少一個嘅九龍城呢，去到70分鐘呢，再要踢少個啊！已經有一面黃牌喺身嘅巴夏比呢，呢下呢其實踩死腳呢都幾肉酸噶，咁啊踩落去阿哥斯達嗰度，咁啊攞咗去第2面黃牌。九龍城呢，結果呢就打9個啊！咁啊大頭文呢個頭就更加大啦。
咁啊，去到賽事尾段呢，其實呢都有一啲即係爭議性啲嘅鏡頭啦嚇。咁但係依下動作之後呢，球證呢就雖然呢都有去睇過，咁最後呢只係呢判罰咗一面呢黃牌呢俾艾文奴嘅啫。最終冠忠南區呢就以2-0呢擊敗咗九龍城。咁啊，打開咗咧佢哋今季喺主場嘅勝利之門。